世事变迁，但这些典籍一变不动，就仿佛一位千年的智者，在等待我去求问。你是要问你心中的大道，太师，您说悟道很难，为何？哎，你看见这盏灯吗？看到了。好，那你看到这满是的典籍了？看到了。好，那我问你，这灯和这典籍有何相同？灯能照亮典籍，而典籍如灯，可照亮世人。聪明。这句话足精华的，你有看到灯无？灯会当照亮那么多的典籍册，册当照亮世间人。咱的自信，敢若这下火，敢若这个灯，自信涵盖了诸佛妙理，诸佛妙理会当度化世间人。咱这把灯一灯仍然百灯，仍然千灯。咱的自信的面灯会当照顾咱过往进来。释迦佛祖、这个化佛、观世音菩萨，因的明灯甲今仔日拢流传不变。人讲一句话讲，近者不厌近者不厌安，你久有望，愈来愈有名望。我要说的就是典籍如灯，你行到了路，会有这满是的典籍为你照亮。从今日起，第二一要奋力读书，以求早日悟道。所以咱着学拜师的时阵，才听一个讲师讲，金刚经内底头一品，迄个佛祖还是本书了，现俗比挂意辅助1222句，1122句就这句话比怪就较听，想做有啥物意思？千就是一个100就是2，一个50人就是每个人就是一个口，就是要悟1200人口那个人，意思就是咱爱用心领悟体会，看册不是干咱看故事尔，咱用心来体会，就要看这影片。嘛是哪去思考，内底甲咱启发的有够好。自信连灯能照彻万事万物，你灯乌暗，灯火无光，你目睭微微你看无。今仔日你的目睭炯炯有神，洞悉世间的因蛇因事物，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安尼你足悠然自在，咱的地位这个地位，这拢是文艺。咱老先拢伊不过讲，学问是你文艺上的陈述学问是爱了解文艺内底的真相，不是你口头提倡爱去行动的表果，爱去做。我重要的。
咱即个房领人甲咱穿即个煎包来，穿炒粿来，搁穿一个迄个素肉丸来，叫他看看我作妖的，我作妖的，妖毋就摕来食。你毋食哪会是妖？要妖，迄敢若妖如人说恶，又不知毋去食，哪有法度冲爆？所以文艺迄是甲咱听、甲咱看共款的意思，爱入去内底去思想，敢若一个涂骹条啊，讲到遐尔详尽，后壁还佫4步脚，半点钟来个解决，所以新闻就是讲咱爱去甲领悟，爱去甲体会，迄个内底的内涵，内底内涵呢，咱用中庸内底第6章伊安讲顺其大志也宜顺好问好察而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事以为顺乎？文艺足有意思，但是这个桥梁，咱爱了解这个桥梁。今仔即句话就用几10年时间，积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事以为顺。积其两端，既然有个善，有个恶，爱一两端，搁安怎一两端，用其中，无法度了解，所以呢，后学简单来做一个借物言道，这是什么话？电脑，简简的多少？人啊，系各地方所在所讲的民俗无共，就用阮爸爸教的做一个分享。一个叫做米罗，两个叫做切蛋。切个蛋。咱嘛是对啦但是地方上讲的无共款。一个叫做切，一个叫做米罗，两个叫做切蛋。这个叫做肉血，这个叫做内底迄个叫做灵性。两个夹做伙叫做人。有意思无？一个叫做米罗，两个叫做切蛋。咱甲用做即两端，一个是性，一个是环，一个是真，一个是假，一个是灵性，一个肉血。这真假合一。顺其大志也宜，隐恶而扬善，好问而好察而言。对。你会歹，我不甲你炫耀，看你了屁。我会甲你的好的，甲大家讲。这两个是一体，咱爱了着这个。很明智的智慧，我真有头脑，我袂使甲伊看伊的了屁，我以后我甲反映出来，今仔真侪代志，我搁爱真求知，我搁注意听我附近的人讲的话，人甲你讲尽忠诚则讲忠言，如果尽小人则讲奸话，咱生活爱清清楚楚，徛伫中的。敢若亲像咱前年讲，一个真的，一个假，咱若要行一支脚代表真的，一脚代表假，就爱一步一步安尼，两者合一，取其中，袂使去看倒一边，袂使去放倒一边。所以积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以道本一体，内无两面。本来是一体物件，即摆是单尔，咱有可能讲，即摆即个工课足歹趁，即摆即个社会上班足歹上班，工课做足重的，足无用的，道不同就拢无爱去啊，袂使呢。你即边小可，即边小可较尽心，即边嘛爱去，咁分量嘛爱做，安尼即担头嘛才担起。无一个涂骹条，这边伤重，你还伤重，这边灵性，这边性伤紧，安尼涂骹条担袂平。所以嘛做本来咱人嘛是共款，一边是灵性，一边是肉体。咱暗时要有去呼吸无？有就是休困无？
休困是肉体休困，咱的呼吸无休困。一边是吸，一边是呼，呼吸，呼吸，安尼叫做一时。咱休息是肉体休息，色身这个呼吸没有休息。哦，所以这注意吼，一边叫做肉体，一边叫做形性。来，做意思吼，咱拢同体啊吼，真假同体衰气。中庸内底有安尼讲，君子之道，坐观乎夫妇。英语内底讲，家庭它的拼音叫 family。少年的英语英文家庭怎么拼 ？family 没有错嘛哈。F 代表 father，N M 代表 mother，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拄啊好斗一个家庭，有意思无？君子之道，造观乎夫妇，就学接到一个影片，一个查囝讲，你食饭，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跟妈妈哪一个比较重要？都重要。都重要。人因爸爸吼，搁较有地位。两斤2百9起来，你快吃啦！爸爸我一根怎么吃？兄弟我。都重要。哪一根重要？2根都重要。安尼唔才有法度食。家庭内底失去一个老爸，失去一个老母，拢无健全，是毋是安尼？所以着多重要，袂使失去恁落一边，吼。搁一个易经内底有安尼讲，一阴一阳之为道。先生，咱就比咱台语今仔日安怎讲？今天，今天晚上呢？阴暗，哦。明天呢？明天晚上呢？昨天呢？昨天晚上呢？是毋是拢共款一个日时啊，一个暗时啊，安尼才算一天，对无？所以人讲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归般若。咱生活当中拢有道，只是咱有去甲观察着无？咱甲看，昨暝昨暗，今仔日下暗，明仔载，明仔暗，一直就安尼就一天，是毋是这有意思的吼？这两头道义得显，我心真好啦，但是吼我就无法度做到，安尼敢有成？无啦，你的心真好，道真好，你就爱做会到，迄点就是去做到。道义得显，得因道生，所以这双头跟咱一担同款一边是修，一边是修道，一边是规定，所以咱老前人或者老母牛红衣有做啥？圆德帝君，圆德帝君。对，圆德帝君，圆满的德性，圆满的德行，所以讲为所觉醒圆满过来，地原哪有道呢？各位浅浅看一无？两支拢叮当吗？敢若一支上动下不动对无？天清地动，天动地清，人清不动，人动路静，是毋是安尼？一个灵性，一个色心，身躯伫叮当，灵性叮当无？你若起心动念就叮当，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地头是圆的。地尾是四方的，地头圆的代表天，地尾低代表四方的。咱的地后壁这四角形的头前圆的，
是不是安尼？哦，这叫做凤点头，风印点头啦吼。过来，这是风哦，这边这个做啥？你浅显较济过无？你拍满是安尼拍无？是哦。是啊。大拇指扣住上腕，这个叫做顶天；四只手指头托着腕，叫做立地。这是天，一个是地，中呢，空的，咱心爱放活，爱有心，应爱有百长。就老师安尼，肚大能容，人间多好事，满腔热血。很欢喜啊，这边很清楚。笑开天下普天下。所以这合作满腔欢喜，笑开天下普天下。大家拢用猪，用甲食细汉，用甲老啊吼，猪丸汤。七寸。啊，敢若有人讲法？七寸啊，我听。七笑啦，七笑啦，叫做啥？七情六欲，咱七情六欲控制好势无？喜怒哀乐控制好势无？该欢喜的时阵，拄啊欢喜就好。你无爱欢喜甲迄少中着千万的爱国奖冠军的笨蛋的，就欢喜啊笨蛋啊，塞骨大汉了，我中奖啊，我中奖啊，我中奖啊！啊，你会猜拳无？是迄笨蛋来的。笨蛋来底。我哪怕讲个打晓命啊，所以欢喜莫过头吼，啊，这叫做真正重要吼。啊，倒手边这个叫做龙潭珠，这边是风，这边是龙，一个龙一个风。啊，咱师傅利用咱顶礼拜，咱负责人去义学佛坛，甲咱亲像教育主题讲叫做大乘三观论，哦，咱负责人的道学作法，伊讲个三观论，道学这少文言道，这叫做假观论，这假了，但是咱迄个真理。食着，安尼过来食，正手放点头，倒手龙潭珠安尼放来食，咱一尊一食，天地人三才，这三项也代表好食内底拢有道，啊，叫做顶天立地，胸中有乾坤，乾坤一环，阴阳相依，这是咱的佛性妙用。所以咱透过下一部分苗栗都有真好的一个文艺，咱对文艺这个对这个文艺实性、文艺发展，以及关照发展，咱去想今仔日。咱知影哩讲安尼啥物意思？啊，咱去想，拄着文艺业、文艺发展，入去去观赏发展，观赏发展入去市场发展，即摆已经开始入去来即个叫做观赏或者即个观赏啊吼。观众观论。迄叫做空观论。啊，讲民主伊安尼讲吼。人也人心也，义也人路也。舍其道而佛有，放其心而不依由之，哀哉！皆欠同食依放者学问之道有他，求以放心而已。咱有找着咱放心的心无？好，迄保险吼，你办啥物活动？你开车有啥物坏？足后家哩，还佫有奖品好摕。昨昏咱以前好人对面吼，整理过，迄个叫啥保养整理过了，佫开始去宣传，吼有啥物坏进厂，有啥物坏偌济，一个钱钱落，领去，咱就先做要买哦，会够招数个。
那个就是一个行销手法，迄就是一个空的利用到人心，抓到人心，啊，你家己有伊生意要好，啊，咱来去天罗吼，照着即个观赏，照着你观想，照入你咱的思想，伊问题伊就做生意要打知名度，所以咱问题是要来引起咱即个好事的心，吼，啊，所以地中和天地为言。 万物之言吼，这是咱透过这个空观论刷来去，佮达到这个中论一步一步安入去这个实相。马祖就是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六祖慧能祖师伊讲，不殊善，不殊恶。莫去受善的，也莫去受恶的，正义莫是迄个平常做。吼，啊，迄是讲伫咱的不起心动念迄个。 本性不性，啊，心经写入出来，底讲色非空，空非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入去了咱相关性了后，迄就是已经甲无即个物件啦，无即个物件啦。所以唯有一成法，无离遥无三，诸佛方便说法大，加妙义引导众生。 以佛祖还未讲经说法，三藏在用无经拢无的时阵，你当作有不信无？也是有不信啊。但是透过佛祖引导比喻了后，这问题才走出来。所以唯有一成法引导众生。大慈和尚吼，啊一个小三米问这大慈和尚讲，什么是中道？ 啊，大慈和尚伊讲，无中道嘛，无两边啦，无恶人土，无龙凤珠、龙盘珠，无这两边倒来中道。啊，打两边有悲心有慈心，悲心就是讲吼，去互外口的五欲、色、声、香、味、触、觉，啊，咱的欲望，咱的这个需求去甲咱办调着。 啊来无初心，就是讲吼，嫉妒心、嗔恶心、分别心、对待心，啊若无这两心吼，啊就无中道啊，就无这两边啦。啊，敢是正无？但是吼，咱爱透过讲一道的经来叫讲，和其光，同其尘。 不染其尘，当爱很悠游自在的在这个人世间。比如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上师，伊要修行，啊，伊要静坐，伊要领悟迄个本性，哦，啊，伊呢行惨，啊，结果佛堂开经开班，啊，完了嘛惨，啊，这个去这个较山边去山边吼，啊，头了旁，啊，底下嘛。 嘛是鸟鼠啊动物咧嘛惨，啊结果咧，经过一个枕头一句句啊，囝讲吼，啊无上厝我供养你啦吼，啊我将房间互你休息啦，啊互你休息吼，啊你去到参禅悟道3年，啊即摆3年到，因老母交代因祖囝讲，因即摆3年到你出来吼，你甲抱一下，18岁祖囝去抱迄个修行人，啊迄个修行人讲。 我亲像山边的即个树木共款，枯木，寒岩枯木啦。我这山岩吼，冷冷也无温度，啊去拄着枯木，迄大的树枝共款，无感觉。你来抱我无感觉。迄安尼完全忝，啊伊讲好，你搁去洗几年再搁倒转来。 即摆洗几年，倒转来讲，我搁奉养你3年。即摆3年到，啊伊搁甲抱，哦，啊伊老母搁交代祖囝讲，你甲抱看安怎？好，我甲你讲，我知，你知，我互你老母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互你老母知。伊安尼个体会着无？体会着啊！ 较早当当你谈恋爱的时阵，牵着小姐的手，心肝啊噗噗跳。我著毋是插头哥的，对无？啊，看着迄异性会敢相拍电共款，啊，看着目睭含情脉脉，你袂春心荡漾啊？
咱人的约7.6亿啊！啊，你即摆阵若讲收甲讲吼，遮个拢袂平人来讲，那个超度不是一样吗？我们是有情众生，但是我们能够发而皆众结，下就重点啦。啊，所以艺术咱看课吼，哪有艺术吼，咱来读小经爱去艺术吼，人讲老有主讲吼，爱去拍对，学了复学审问慎思，爱好好去练悟去体会吼，让唐太宗当朝的一个著名的迄个宰相，魏征，他还会觐见迄个唐太宗，见太宗师书，讲你要做任何代志，你拢爱去思考，你要讲善人，你要处罚人，你拢爱去迄个去思考。啊，学而不思则殆。你若无去思考来讲，是足危险的代志。来，所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就后壁再就咱互相分享一下重点就好了慎思好好去去思考啦明辨咱就爱甲讲正书是迄个对毋对，咱爱去审思明辨。咱拢时常听到一句话讲，咱是修消冤解业的道，毋是修无病无苦的道，对无？安怎对？你人道无希望讲无病无苦。各位先生，大家希望要有考吗？我相信大家人拢乖考，我相信大家拢有病有考，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但是，咱阵若有迄个业障，咱过去世人欠人来讲，遮个无牵住掉来讲，你甲平安顺顺是无可嘛？讲一个，咱分享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分享简短好。这个叫做谢经理，105年出国转来了，我哪会感觉会遮不疼痛？可能去得了心跳，搁厝休2、3天了，搁无疼，而且搁较歹，搁较歹，去对面的迄个诊所看，诊所甲讲，这诊断他症状以后，你这有是小问题你爱去大医看，结果去大医看讲，你内底脊椎加油接骨遮生一粒瘤，差不多0.5公分到1公分，迄已经真严重啊！你爱赶紧处理，无你半身不遂。处理的一个情形安怎？危险数安怎？50%好，50%无就对，老死人拢半身不遂。处理无要动刀无？赞成动刀请野手，开刀的。无赞成开刀，就安尼，互伊大粒起来。老师说，我们是修智慧觉照的道，不是修一路顺风的道。问前贤辈者讲，这个物件就是甲咱有冤有仇，大家参考，大家修行，大家度人，天公地德，以功德来回，天台罪过得不了一个抵不过一个悔字，以功德来上咱过去的一个完全技巧。法官4代祖师，伊法官度100个，结果度到64个，想无法度较大啊。好，老祖师讲，伊开始度64个，袂当超过1代祖先。你原来法官有度64个，结果亲情50，朋友80，大家安尼足大力拍拼，公度68种。每一摆度人拢有功德回向，结果无开刀。结果伫107年
08年巡圣经开新闻版的时阵，迄入去吼，坐面条，啊，安尼入去到门口，无爱入去，啊，伊安一个人，安尼3、4个人，甲杀袂入去，啊，杀袂入，啊，真人看着尔，啊，啥物代志了解正常？无形大真慈悲，你请互伊入你来接受天伦事业定理了，以后天公一直培养互你安怎帮助，无你对伊考验无帮助。结果互伊入去了，人头前一只日板伊去上后壁安拍着，啊来伊头前坐，我头前工作长的我头压起来，目睭闭紧，我到后壁拍着规着就好啊。伊较办煞，结果办到68种的收危险互伊了，啊，一工转到伊门口，伊甲因祖囝甲因老爸讲，爸爸，我都要印证，写生，我无要入去啊。因老爸讲，啊，恁家门口你无入来？你甲陈经理讲，你所袂用的功德我拢收着啊。啊，煞入去，即马人伫饭店内底，啊，佫一点，因小弟，阿姊，咱请客，我赶快请到公家互你。安尼，啊，咱原来法院，咱旧年设单，啊，所以设单请客大68种公家会互伊了，咱地位降少，啊，以后即马安怎？因阿兄、因小弟带一个崇德的请客的。啊，因规家伙啊，拢来请口收的学道。啊？啊，所以咱来地位，病医吼，所以咱来地位吼，咱来去思考、慎思，啊明辨、了解讲，咱爱干嘛去做，好好啊努力去甲动去甲做，爱有始有终。咱有即个因缘来运动，伫咱累世当中所累积来的因缘，电仙公大仙嘛甲咱讲，哦，爱咱来听道理，来请客，来修办，来设法。累世修来，咱来把这因缘，时时努力拍拼去做，哦，讲到最后一口气，人为己任，不以众无死而后不言，努力拍拼去做，莫想讲咱以后安怎努力拍拼去做，无一时间断，无一念的害损，无一丝的浮萍，使得其学问。学问思辨皆能实践，竭力实践而无失也啊！敢若是讲即个咱想好啦，来年安尼讲嘛吼。咱人吼，你有不断的付出。才咱发觉自我的重要，唯有不断修办，才会咱找回本来原本的自己。唯有不断的牺牲，才会咱体会生命中的意义；唯有不断的奉献，才会咱留存永不朽的足迹。啊吼，但是也系我想想者，较早吼，无用心投入的时阵，感觉讲。咱无去参与，感觉有所损失。啊，即马安尼拍拼努力，你做了，虽然没有什么成就成果来讲，但是互他嘛，感觉讲，迄奇怪，迄道理一分享啊吼。我台湾这个时间应该亲像在对咱还真智慧哈，那讲袂完，是不是在这当中不断的生发那个妙理出来？然后家庭互你足地听迄个东西出来。咱才感觉讲，哦，原来我无尽中内底有遮济物件，哦，所以咱注意付出伊，感觉一句话，感觉一句话吼，一个有聪明慧智、能尽其身者，出离其间，
一天必令伊以为亦标志文书，书之第二教之，以服其性，此服其神龙皇帝尧舜，所以既显直极，历史道之质，尧官天干之官所成。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咱来好好修办道，甲兄弟姊妹结成缘讲道理互听，遮上天一定不会当迄个能量吼，爱咱互兄弟姊妹大家明理，这敢若县民设教，迄个设教安尼，吼教我兄弟姊妹安尼，对吧？想者，咱家己拢是安尼。咱大家拢去做这个工作，咱拢去做祭天立地的工作，融入我们生命当中，投入我们使命，深入我们慧命，化入我们天命。咱伫做来讲，甲天地所做的代志是共款的，咱人注意无？所以会当来伫这个方法，会当来利益众生，足够简单的。较早后啊，体会讲张载夫子一样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嚯，今天讲了无足冠冕堂皇，那个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些事情。听起来已有容焉呐。我要安怎为生民立命？咱去导人啊，给予一个从生命的人生啊，他有是为生民立命吗？所以这足好的物件，足珍贵的物件，咱人是要体会袂着，必须要透过真理法规的启示，甲咱体会了，才有法度深化我们的信心。深化我们的信心，咱讲出来才有力量。都可能袂歹啦。你甲阮来拜看，你若是无信心，你要讲人要有信心，有足好诶，并且你来看。虽然有讲较强势一点，也代表咱的信心，代表咱的忠义，所以伊的这个关系，我是审问事实明辨主行，简单讲伊的关系，就敢若讲，咱去教你一个时，来做伊一个动作，过伊一个动作，参考书一个动作，大家学了、调了、标准了后，即摆开始做，做伊过伊参考书前，做伊过伊，安尼就比如讲，安尼就一个动作了。所以这个是一体的，比赛嘛，比如讲，我即摆敢若做科学无好啊，免去大人天讲毋对，无安尼代志，所以这个咱结论，今仔学思。学问思辨笃行思公，虽然不免之计，依其百之而控其，或充其之意，尽信之天理，或治无心之良知良民而已。讲到背后，最后的是成就咱的良知良民，展现出咱菩萨的慈悲，度化众生，透过修办来成就咱家己而已。有啦。在所发切，无甲时间控制好势，头前无讲了事情，后壁则变成讲较简短不足之处或求老夫子慈悲，孔圣人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各位前贤有抛砖引玉啦，毋嘛讲咱真咱体会领悟内底的奥妙之处、玄奥之处最后建筑各位前贤在念，入宝山就爱提宝等，来人世间这个宝山咱爱乌较济在宝等，来分长遮这个宝山咱爱炸宝等，毋好空手来空手等，作拍算。留下69年，有啥互阮大兄带去丢道，头壳吐一个尔，也无感觉啥。过6年了，厝爱去看做，有只叫讲爱穿口，咱直穿口就穿，反正我酒薰无啥爱食，而且是用叫阮某俩
菜刀切定个切掉，啊，就来投入啦，啊投入啦，莽莽撞撞进来，感谢上天助力，不去甲咱并且，啊，所以咱在座主若讲吼，啊袂清口的前言，改变一个是原领无啥，食甲若后落去拢共款。 分派好食是喙舌尔，你食草的嘛是一工伊4点钟，我食素的一工嘛是4点钟，我食到心安理得。啊，若讲啊袂改即个食的习惯来讲吼，迄慢慢你感觉迄弯弯烧欠无饲了，毋是甲咱恐吓，真正。 头仔讲吼，消冤解冤，欠外面行的，人会讨。关圣帝君讲吼，我服务无服冤，冤仇有讨报的用来。好啊好，过时过时，时间到啊，一定要来结尾。啊，最后请祝各位姐姐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好把身体照顾好。大众平起。感谢讲师慈悲，天道鞠躬，坤道鞠躬。 感谢讲师慈悲。